操！啊！我。 起这么早啊？啊，店里有点事儿，能处理吗？能，小事儿。哦。爸，我走了啊。哎。 赵红兵他明白这一仗必须打，和李老棍子的恩怨终归是要了结。为了柱子哥，他也不能袖手旁观。只是他知道这一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一切都无所谓。他已经没有了高欢，也不必在乎自己。 大哥，你说这刘海柱他会来吗？他来是输，不来还是输，所以他来不来都已经不重要了。大哥，还是您高明啊！这个刘海柱总算栽到咱们手里了。这也是老天助我性命的，他刘海柱也有人死的一天。 大哥，我们的时代又回来了。不过，大哥，我觉得刘海柱不是那么容易收服的。你想，这傻逼又不怕死，脾气倔得很，总怕会有点什么问题。哎，大哥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上个厕所。怂样儿，一提刘海柱都吓出尿来了。操！大哥。 你说刘海柱真的会来吗？谁呀？我操！啊！我。没有发现张红兵，发通讯令。 赵红兵再见到高欢，已经是6年之后。那是另一个故事了。
这6年里，赵红兵无数次想起高欢的身影，挥之不去。什么也别想，去做你该做的事。爸，嗯，我那吉他没事给我松松弦，知道了。老绷着就坏了。哦，松松弦。红兵啊，好自为之。啊？老儿子，跟爸握个手。去吧。此时的赵爷爷已经患上了晚期肝癌，他深知儿子出来后不可能再见到他了。爸，您真不打算把检测结果告诉天天吗？让他好好改造吧。他知道了又有什么用？等我走了以后，把我那本《道德经》送进去，红兵会看懂的。赵爷爷的这本《道德经》最终成了赵红兵受用终生的财富，使其后来虽总处于江湖的风口浪尖，但却胜似闲庭信步。关公有半部《春秋》，赵红兵有一部《道德》。